你喝一下看有没有你在德国喝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。插口了没有？有纸不是不用。哦，好像是哦。你这护着没开呀？怎么样？白啤比较淡，就是没味儿，还是黑啤喝起来味儿大。但是这一款没有黑啤啊。白的味儿淡。但是还是给你买黑啤啊。